宣调。主啊，这个上帝中间无一个话比得你，你的所做也无通比评。主啊，你所做的万邦要来拍败伫你的面前，也伫你，因也要荣光你的名，因为你最大，搁行奇妙的事，只有你是上帝。耶和华啊，求你将你的道路指示我，我要照你的真理来行，互我专一的心来敬畏你的名，互我的主啊，主我的上帝啊，我要专心学乐你，我要荣光你的名到永远。哈利路亚！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平安。哎，好，让我们一起起立，站在站在位上，我们一起来敬拜神，带着喜乐的心，一起来赞美主。我相信喜乐的江河在这里，荣耀彰显奇妙神迹将显明，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神的子民合一聚集，热切期盼遇见你。在这里，耶稣你现在在这里，我相信，喜乐的江河在这里，荣耀彰显奇妙神迹将显明，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在这里，耶稣你现在在这里，我相信，喜乐的江河在这里，荣耀彰显奇妙神迹将显明，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你的灵在这里，这里就有自由，神灵自由运行无止境，一山大海星星，坚定不断升起，期待伟大神作奇妙事。你的灵在这里，你的灵在这里，这里就有自由，神灵自由运行无止境，一山大海星星，坚定不断升起，期待伟大神作奇妙事。在这里，耶稣你现在在这里，我相信，喜乐
的江河在这里，荣耀彰显，奇妙神迹将显明，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荣耀彰显，奇妙神迹将显明，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荣耀彰显，荣耀彰显，奇妙神迹将显明，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我们大声拍手赞美我们神，因为神的灵就在我们当中。哈利路亚！我们大大的赞美你，哈利路亚！主啊，你的爱是大有能力的，你是我们喜乐的泉源，你是我们的盼望，是我们的力量。我们高举你的名，赞美你。哈利路亚！你是我喜乐泉源，你是我欢喜跳跃，你使我自由飞翔，不再被罪恶捆绑。你是我永生盼望，你爱有无比力量，从今世直到永远，你应许不会改变，你的宝血有能力能医治一切的伤口，你的复活能改变一切的咒诅，成为祝福。我们要高举你生命，你配得所有最大的赞美。我们要用全心和全意来敬拜你。我们要高举你来临，愿你来设立宝座在这里。我们要张开口，不停赞美你。你是我喜乐泉源，你是我欢喜跳跃，你使我自由飞翔，不再被罪恶捆绑。你是我永生盼望，你爱有无比力量，从今世直到永远，你应许不会改变。你的宝血有能力能医治一切的伤口，你的复活能改变一切的咒诅，成为祝福。你的宝血有能力能医治一切的伤口，你的复活能改变一切的咒诅，成为祝福。我们宣告，你的宝血有能力能医治一切的伤口，你的复活能改变一切的咒诅，成为祝福。我们要高举你生命，你配得所有最大的赞美。我们要用全心和全意来敬拜你。我们要欢迎你来临，愿你来设立宝座在这里。我们要张开口，不停赞美你。我们高举你生命，你生命，你配得所有最大的赞美。我们要用全心用全意来敬拜你。我们要欢迎你来临，愿你来设立宝座在这里。我们要张开口，不停赞美你。我们要张开口，不停赞美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主，感谢天父，你爱充满在这地。我们是被蒙福的、被爱的儿女，让我们向我们的天父献上我们的感谢。
下独生子。感谢耶稣，你为我们舍命。感谢神灵，你时刻与我同行。感谢天父，你爱充满在这地。感谢天父，你赐下独生子。感谢耶稣，你为我们舍命。感谢神灵，你时刻与我同行。感谢耶稣，你为我们舍命。感谢神灵，你时刻与我同行。感谢耶稣，你为我们舍命。感谢神灵，你时刻与我同行。每一天，我需要你，你话语如甘霖。每时刻，我需要你，圣灵如雨降临。这是我的祷告，愿我生命单单归荣耀给你，耶稣。这是我的呼求，每天都更爱你，永不失去起初爱你的心。让我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座前，用心灵诚实寻求你，我的天父。亲爱的天父，我何等地需要你，需要更多你的同在在我生命。每一天，我需要你，你话语如甘霖。我需要你，每时刻，我需要你，圣灵如雨降临。
生命单单归荣耀给你，耶稣。这是我的呼求，每天都更爱你，永不失去起初爱你的心。这是我的祷告，愿我生命单单归荣耀给你，耶稣。这是我的呼求，每天都更爱你，永不失去起初爱你的心。每天都更爱你，永不失去起初爱你的心。是的，主啊，让我们每一天都坦然无惧来到你面前，用心灵诚实的心寻求你。每一天每一刻，我需要你，我真的很需要你。你的话语如甘霖，能安慰，能医治我心中的忧伤。你的话语让我有盼望，有力量。你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愿我生命每天更爱神，遵照神的旨意。这样祷告都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各位弟兄姐妹，请坐。咱即时献开圣诗274首，求主施大恩，互我来亲近，我心羡慕深深意爱，情愿即时诚心敬拜，求主降落来，永踮我心内，永踮我心内。请咱起立来吟全首。求主施
这是咱同心出声，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圣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列岛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冥府。第三日对死人中高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高活，永远的活命。阿免。咱三甲额头来祈祷。全能的阿爸天父，阮满心感谢你。你是配得一切尊重甲学乐的真神，阮伫遮来敬拜你，来伫遮服侍你，互阮将一切荣光荣耀归伫你，因为你是配得一切学乐甲尊重的。但阮也感谢你伫过去的日子当中，你看顾阮、保守阮，互阮的日子拢有平安喜乐。感谢主，你互阮也会当搁一摆来亲近你的时，阮要恳求主你赦免阮过去所犯的罪恶，互阮伫知甲毋知所犯的，求主你用你的宝血搁一摆来甲阮洗清，互阮用圣洁清气的心来到伫你的殿院伫遮来敬拜你。阮进入到你的殿院，阮也带着一个较无的心伫遮要来甲主你相拄。但阮伫遮要恳求主你，互阮有清气的心，伫遮单单来仰望你，互阮伫遮所领受的，是对主你遐来对阮的教示、提醒甲督责，互阮会晓行伫主你的旨意内面，互阮会当行伫你所欢喜的道路当中，无偏行家己的道路，互阮真正是遵守主你的教导，互阮日日更新阮的活命，互阮成做你所疼的囝儿，也求主你帮助陈牧师伫今日所要透放的信息，是带有快乐、能力甲权柄的，帮助伫阮的兄弟姊妹，无论因是甚物款的心情，拄着甚物款的境遇，因拢伫遮要得到上帝你的圣神的充满，互因来得到满足，互因来得到喜乐，互因来得到医治，互因伫遮充充满满得到你圣神的看顾，用着饱足的心神，转去到伫阮每一个人的家庭。但阮也求主你祝福伫陈牧师伊所有的服侍，也祝福伫伊的家庭有和睦、有疼、有三夫妻，互伊所讲的信息对阮是有提醒、有帮助，互阮伫遮听甲讲的拢平平得到利益，互阮从今日所有的敬拜、学乐拢交托伫主你的圣手的内面。阮安尼恳求祈祷，拢是靠主耶稣的圣尊名。请坐。这是咱献开圣诗后壁面启应文，启应文第10篇。我来启，咱来用。我要吞忍听候耶和华，
伊对窗镜的含气对土脉中牵我起来。伊予我的喙唱新的歌。侪侪人要看见来敬畏。独独我靠耶和华，以及偏往虚假的人。耶和华我的上帝啊，你所行的奇事，月月对你排列。祭祀甲礼物你无欢喜。迄时我讲，你看我来啦。我的上帝啊，你的旨意我欢喜谈，你的律法伫我的心内。即时咱来看上帝的话，记载伫约翰福音第2章第1节到11节。约翰福音第2章第1节到11节，现着咱做伙来看。第3日，伫加利利的迦纳有婚姻的宴席，耶稣的老母伫遐，耶稣甲伊的学生也互因请去赴宴席，酒用了，耶稣的老母对伊讲：“因无酒啦。”耶稣对伊讲：“老母啊，我教你啥物干涉？我的时也未到。”伊的老母甲遮个找用的人讲：“见若伊甲恁讲的，恁着惊伊。”第6节，照犹太人洗清气的例，伫遐有排6个石盒，逐个会底2、3桶水。耶稣就找用，就甲找用的人讲，用水互伊满甕，就互伊满到甕口。搁甲因讲，担着养伊，芳互管理宴席的人，就芳互伊。水变做酒，将你宴席的试啉伊，毋知对倒落来。独独养水的找用知，将你宴席的就叫神囝婿来，甲伊讲：人拢是大声摆好酒，教人啉侪侪，正用较厝的。独独你留好的酒到即点。即个头一摆的新日，耶稣行伫加利利的迦纳，来显出伊的荣光，伊的学生就信伊。上帝的话，咱看到遮，即时咱要请陈牧师来证道，伊的题目是上好的伫后面。大家平安，上好的伫后面，迦纳的宴席。拄啊，咱所读的11节是耶稣伊所行头一个新约。伫福音书4本的福音书的中间，咱看见耶稣行足侪新约，互青眉看见，摆骹会行，毋若安尼互臭耳人听见，目睭青眉得着看见，甚至互死人搁啊！伫侪侪新约的中间，是安怎耶稣经迦纳的宴席伫加利利，成做一个头一个新约。咱相信上帝伫咧做工的中间，伊无有绝对忽然黑白做的，即个时阵想到就做，伊绝对有伊的旨意，伊的旨意，伊所行的每一项事，拢是必然的。换一句话讲，伫咱基督徒的每一个人的心上，咱上帝伫咱的心上所做的工，拢是必然的，毋是讲忽然就发生，想到较就是安尼。每一项代志拢有上帝伊的旨意，虽然有时感觉咱拄着无顺遂，毋过上帝咧做工，就是伊用阮无顺遂的代志来到伫咱中间的时，是毋是对你有警告？是毋是对你有提醒？是毋是对你有教示？罗马书讲啊足清楚的，伫上帝内底，凡事互相效力。一个真正听上帝的人，伫上帝教示的中间，伊会学着功课，伊会悔改，伊会认罪。
所以对基督徒来讲，上帝咧做代志，毋是凊彩做。伊若无稳准，你搁该安怎用手段？上帝就是互这项代志袂临到。总是上帝既然若稳准即个代志临到，安尼咱就爱谦卑。到底上帝要甲我讲啥物事？咱看见伫上帝迄个耶稣已经即个迦纳的恩赦，成做伊头一个新约。我相信咱拢已经听到即个故事，牧师过去的讲道也拢有对恁来解释。伫犹太人因的结婚式，毋是一日，毋是2日准备就好势，因是规礼拜的。因为毋若是干那即马这也阁是安尼，伫古早阁较毋免讲，因交通真无方便。毋若安尼，因的迄个社会的部落的迄种的关系是非常的深，迄个亲情的关系非常的深。有的人亲情住伫足远的所在，所以因着爱行足长的路来到伫因要参加宴赦婚宴的所在。所以有的会较晚到，有的会较早到。所以伫婚宴的中间，因拢总着爱举行1礼拜久。互万教的人有缘也会当参加这个欢喜的代志。所以伫1礼拜的中间，因拢逐工拢啉食、三角欢喜、庆祝、跳舞，伫迄个所在来为着迄个婚宴的中间来欢喜快乐。对伫即个圣经在的中间讲，第3日伫迄个婚礼的第3日的中间，耶稣的老母已经伫遐。安尼伫遮，咱会当来想即个迄个婚宴的中间。若毋是甲耶稣的老母，甲耶稣是一个亲情关系，也是无就是因共社区是一个真好朋友的关系。所以当即个婚宴咧开始的时，玛利亚就开始伫迄个时阵来帮忙。耶稣甲伊的学生也受请去参加宴赦。耶稣也阁毋捌伫人的面前来出现。有啦，迄个时阵伊开始已经去伫四周围已经有招一寡人要来做伊的学生，要招约翰、招彼得招迄个马太等等，已经有招一寡人来正做伊的学生。总是伊也无公开来做，来讲道、讲天国的故事，也毋捌行神业，拢也毋捌。所以耶稣伫迄个时阵，只不过伫迄个社区的中间，也是伫因亲情，逐个人所了解，伊只不过是迄个拿撒勒约瑟迄个目像的囝那点。那因所认捌的，伊只不过是一个平凡的人的一个人，也是因的亲人，也是即个目像的囝那点。就伫迄天的中间，伊经伫迄个婚姻的宴赦的中间，第3节就讲，因拄着一项困难，迄个困难讲起来是当时婚宴的灾难，迄个婚宴的迄个灾难，因为酒用了啦。耶稣甲伊，耶稣的老母就去甲伊讲，酒用了啦。咱知影伫当时的中间。嘛，莫讲当时啦，到咱即个时代也阁是共款，就伫咱啉食婚宴的中间，有缘占一个真要紧的一个迄个地位，因为酒因就是爱采收葡萄，然后去接接，然后去迄个去发酵，互伊伫遐一段时间，因才会当摕出来啉。手路好歹，拢是咱即个家所做的，因家己拢是安尼来咧接酒的，所以当咱客来。对因来讲，这是上界好的一个礼数，因为普通是一个水那点，但是人客来，迄是我用功夫去准备的一个真好的饮料。所以酒伫当时的迄个当时的中间，是占真要紧的地位。传道书第10章19节讲，宴赦是为着人欢喜来设。咱去参加宴赦，就是要甲迄个家庭三角来欢喜。伊讲酒会互人快活。连圣经就安尼讲，酒会互人快活，因为酒互人啉落心会快乐，话就真讲会出来，大家就真好的沟通，真好的交陪。所以当时酒真重要。今仔日伫社会的中间，伫婚宴的中间，咱嘛会看见，对咱来讲有真济的时阵，也是非常的重要。所以伫迄个当迄个酒，玛利亚伫迄个所在角色一定真重要，看头看尾。因为伊足早就去甲因斗相共，所以看头看尾，看见已经无酒啦，哇，足紧张的。第3日那定无酒，这是河顶会漏开。即马佫较远的亲情，检测抑佫有的人抑未到，迄有够漏开呢。总是咱看见，即个老母伊就真清楚，因为耶稣是伊所认捌的耶稣，因为耶稣毋是伊家己。用人的方法生出来，是照着圣神来出世的。所以对玛利亚已经足清楚，耶稣是一个神，耶稣上时也是一个人，人是伊生，圣神是感动，是对上帝来的。
所以对伊来讲，耶稣上时是一个神，耶稣上时也是一个人。虽然伊是一个人来到伫即个中间，但是伊已经真清楚伊的旨意，因为伊的旨意伫圣经的中间讲啊足清楚，伊要成做一个拯救者来拯救世间的人。所以当伊拄着问题时，伊毋是伫遐走撞，到底要安怎？真紧张。伊虽想到的，伊看见耶稣伫即个所在，伊就去甲耶稣讲耶稣啊，酒拢无安尼。耶稣甲伊讲：老母啊，我甲你有啥物干涉？我的时还未到。当时咱咧读即个圣经，有足侪人拢感觉耶稣开对伊的老母遐尼啊无礼貌，甚至安尼去抵挡伊的老母。总是你爱知影，伊的老母是真清楚耶稣是啥物种的角色。伊清楚伊是对上帝来，伊清楚伊来到伫世间有伊的使命，伊有伊的目的，就是要来做拯救者的。所以你看见第5节，迄个伊的老母的态度，要听到这个话足受气的，甚至足冷静的。伊的老母就甲遐个妻营换一句话，就是讲甲遐个萝卜讲，伊甲你讲啥，你就做啥。安尼你伫遮会当来了解这2节的圣经节，用你囡仔日会当了解的。耶稣咧讲老母啊，原文讲妇人人啊，用我现代会当理解的角色，我会安尼讲，小姐啊，咱古早时代，咱的时代就讲欧巴桑啊，吼啊，咱这迄无歹意，小姐。也是讲美女，咱真拢讲美女。美女，我的时间还未到啦，我要救赎的时间还未到啦，我要顶十字架，我要救赎百姓，我要死，我要搁过我，毋是即个时阵啦，有上帝的时阵。伊讲我甲你有啥物感谢，是咧表达，这是上帝的时间啦，上帝的时间还未到啦。所以你爱知影，这毋是啥物歹意，迄是伫翻译的中间，也是安尼写，互你去误会。其实耶稣的意思就是讲，美女毋是啦，上帝时间毋是即个时阵啦，我是听上帝的啦，所以毋是真咧做即个代志来咧表明上帝找我来的目的，毋是即个时阵，我还阁有足侪时间爱做预备的工作，较来行到伫迄个定十字架的道路的中间。你看见伊的老母，毋若无生气，阁甲遐个妻营讲伊叫你做啥，你就做啥。伊的老母真清楚。虽然耶稣的时间还未到，总是咱的耶稣伫咱例外的性命，包括迄个时阵所咧写的咧讲啥物，大小事对耶稣来讲，只要你有需要，耶稣拢会帮忙。你大小事你拢会当对主求。你虽然做小事，我想对阮来讲小事，我拢会使甲上帝求讨。顶礼拜阮去到伫墩仔脚，咱的洪正牧师。张乐伊就咧驶车，阮驶到一个迄个小时站的时，转车，结果阮心内咧想讲，主啊，无车站，无车位，你甲阮备班。拄伫阮头前后壁嘛有人等咧停啊，阮头前迄只就走，阮就停。小事会使甲上帝求啊，主啊，我真足爱食啥物物件？上帝甲你备班啦，我过来解释，真咧足想的是物件出现啦。拄有信徒，也是我的朋友，也是我妈妈、我妹妹，拢好摕好物来啊。老母知影，虽然耶稣讲我的时间还未到，但是伊知影伫即个家庭的中间，伫你我的性命的中间大小事，你若有需要，你去找耶稣，耶稣袂激我啦，因为伊知影伊是全能的上帝，伊知影伊是慈悲的上帝，伊知影伫你性命的中间各种的需要。耶稣拢欢喜，成做你的班赞，成做你的妻营。所以伊的老母就交代遐个妻营的人，伊太了解耶稣的，伊知影耶稣是对上帝来，伫上帝的能力凡事拢有的，所以伊交代遐个萝卜讲，伊甲你讲啥，你就做啥，你照安尼行就无毋对啊。所以咱看见圣经对下面佫讲起，讲因就照安尼行，遐个萝卜，因伫迄个迄是伫因的社会的中间。因为太侪时阵，因迄个时阵的交通，上加若较好的，就是迄个骑驴啊那定啦。所以大部分拢自行的，驴啊是咧载重的物件，较少人坐，一半摆也会坐，但是大部分拢是咧载物件。所以对即个城市到迄个城市，对遮要去找伊的朋友，因拢行伫迄个石架头，啊，迄路毋是真好，不是因的骹就拢会垃圾，因的手会垃圾。所以到一个街。因伫迄个所在，若要互伊请时，因一定都爱洗手，因一定都爱洗骹。
因为因烫只骹去到伫迄个土，因的食物拢铺伫迄个土骹的中间，伫遐拢放食物。到阵你若去迄个原住民的所在，你若去迄个去到伫迄个无论是去靠伫迄个山顶，还是到伫迄个我讲袂出来吼，咱这小岛就爱坐对，毋是搁一个，因为我去遐我搁安尼做。迄个毋是啥物岛，绿岛搁后壁迄个啥物个兰屿，因就是安尼，逐个人铺伫涂骹烫只骹，因的物件搁铺伫迄个所在，因家己煮足济因的迄个因家己的原住民的食物，因嘛搁还搁咧用手食，所以即马咱会当然可能因有改善，总是伫当时的中间，你今仔日到一。烫迄个行遮远的路，规个骹拢涂粉，规个手拢涂粉。你要甲面三角食宴席的时，当然你都要洗清气啊。所以伊讲照犹太人的例，清气的例，因每一家拢有足济清气的水甕。你来的时，伫外口先洗手洗洗咧，骹洗洗咧，拭落清气，然后你较入去内底，伫遐甲面三角啉食。安尼人毋才会爽快，无垃圾，咱毋才会清气。所以耶稣伫迄个中间讲。只有6个水缸、水甕，不管耶稣圣经有描写无描写，我相信因一定会洗清气，也是原来就是清气，一定有整理遮的。然后耶稣讲：你甲遮的水底互甜，因讲因底2-3桶水，我相信迄2-3桶，那照因咧照历史咧讲是20加仑还是30加仑，拢底啊甜甜甜。伊所准备的伫即个家只有6甕。假使因兜若有10甕呢，我收变的酒搁较济。你若有12甕呢，因拢全部拢底甲甜。你若欢喜水拢底甲甜，是你无爱底甲甜尔。你敢若讲我12甕，我敢若要底5甕，啊你得到的就是5个酒尔。这阵的圣经在咧讲，你准备你的心，你的信心有偌大？你信心若哪大，你对上帝所领受的福气会搁较大。所以第7节耶稣。就甲遐个车人个讲，你甲遮个水甕的水，你正甲舀出去，你就将遮个，伊毋是讲水，你将遮个，我用我的话讲啊，你即马将迄个水甕的所拄啊所底的水，全部拢舀出去。咱当时咧积酒，到即嘛共款，咱积酒拢爱一段时间。今仔日。是安怎？玛利亚会做到着急去找耶稣，拄着困难就去找耶稣，因为毋是亲像咱足济 7-11 这凊彩买、凊彩准备，也是要开始的时，我着去原始去摕骨力打转来，毋是呢？阮兜积偌济的酒，我着请人偌济呢？所以伊就开始甲伊讲：你摕出去。耶稣无徛伫水甕的中间祈祷，耶稣嘛无伫遐念迄个。咒语完全拢无，伊嘛无喊手祝福拢无。水倒咧，伊讲你舀出去，舀出去的中间就讲迄个掌管宴道的人，你那个掌管宴道的人，你若伫餐厅，安尼讲起来就是经理呢。经理就是讲你只有准备的酒，遮你就爱准备什么种菜，你个遐工人拢爱管得好势。安尼伫当时管宴道的人，逐场的宴席。伊拢甲面三角欢喜，伊拢有啉。圣经安怎咧讲？当伊担迄个酒，舀水互伊啉，舀迄个水舀互伊的时，伊啉的酒。第9节讲，掌管的迄个宴道的人试啉啦，试啉就是尝试啊。迄个啉的时，伊讲啊，这是对地来，是安怎？这人过去拢是好的先摕出来，拢老酒先摕出来。迄个上较有香味的摕出来，到无法度啊！这个懵斗。啊，恁毋是，恁竟然将上好的放伫后壁的所在。耶稣无有特别啥物功夫，总是伫即段的圣经已经讲啊足清楚。上帝若做工伫你的时就永远是上介好的。我无真容易得到一个囡仔，我大汉的，我是结婚4年才生出来，过来经过3年。伫祈祷的中间，上帝赏赐予我。迄个囡仔出世的时，第2个囡仔出世的时，医生讲你爱准备一辈子智障。我讲袂，我无否定是
伊的脑炎，我无有否定伊所得到的病，我相信医生的专业。总是我搁较相信，上帝若伫我的中间做工，上帝一定会做奇妙的工。当然我是爱挖课啊，但是我挖课，我的心无伫迄个静静伫遐说，我教会事工我爱做，关怀我照常做。心艰苦的时，就搁摕出来祈祷；会有需要的时，我就爱去做，无就把这项代志放伫边啊。我到今仔日的祈祷，对恁来看检测伊还未成熟，伊还阁有足济安尼待人处事啊，迄个社会的常规还阁无成熟。毋过我的祈祷是安怎样？我的祈祷讲，上帝啊，我相信你这个囝是对你赏赐的，你的确伫伊的生命中间有上介好的旨意。这是我到真的祈祷还阁安尼。你看我祈祷几年，伊近37岁、38岁。对伫伊6岁得到脑炎，医生讲伊1辈子智障的时，我虽然祈祷遮久，也未看到真好的效果。伫咱的中间，伊还阁未成熟，但是我的祈祷就是讲，上帝啊，这是你为伊准备上介好的。迄个上介好，毋是你咧看，是我咧体会。耶稣为你所准备太好的，毋是社会的观点，是你安怎咧体会。上帝听我的囝，有一天伊的同学，我敢若捌伫咱中间讲过。我互伊读工商工农，伫因迄班有特教班。我互伊伫遐读的时，有一天伊的同学讲：“立贤啊，咱教室的的锁匙有伫你遐无？”伊讲无。迄天礼拜日我阁会记哩。顶下去一个啊，伊迄阵足够祈祷的。迄阵一个啊，伊阵敲电话互因同学，我拄有听伊。伊讲锁匙伫啥物人遐？我讲立贤，你敢会使我袂讲？结果。过无偌久，我讲有无？伊讲真正伫啥物人遐？啊，阮常常拢骂伊，因为伊咧足济代志。啊，牧师也受气，我也受气，常常咧互阮念就对啦。有一天互阮念啊，心情足歹，礼拜日我阁会记哩。伊去迄个湿地遐，迄阵湿地毋是像进经理较好势，伊就去湿地遐有一个阳台遐坐。张瑞贤牧师是逐个月的第2礼拜拢会去林园教会带青年，甲伊分享。伊透中昼就出去，迄阵热天，我讲遐热二旋，你开要出去，遐个海边啊，足热。啊，其实我毋知影，因为我无去，我毋知影。遐有迄个阳台，迄个凉亭啊，伊就坐伫凉亭的所在。伊家己咧想哦，伊转来讲互我听，讲妈妈，我甲耶稣讲，我耶稣我无爱干那听，我无爱听张牧师家己讲的故事，我要看真的。伊讲，伊阵真正看见迄个台湾海峡的海船起风啦。伊阵看一只船啊伫遐，耶稣行伫海面，彼得讲：耶稣啊，若是会当，你互我会当行水面袂？伊讲，伊真正看彼得安尼行落，结果彼得船沉落，讲主啊救我！耶稣船甲救起来，伊讲风应就搁平静啊，恢复。我相信伊所讲的话。因为伊足济届，我到伫高中，我还阁无单独出去。逐届若有三甲中会咧聚会，拢是牧师出去尔。我放伊放袂落。到伊高中毕业，我较放伊出去。我较家己家己囥伫厝，阮两个出去，我会甲伊交代，你着安怎。我对伊无放心。伊转来甲我讲：“妈妈，你无伫诶时吼，耶稣来我诶门。”骹尾就对啦，伊个门床的骹尾遐，伊讲耶稣来，讲叫我去礼拜堂。迄较早阮伫罗家教会，啊，伊个房间伫即栋，啊隔壁栋，阮安尼行过就教会啊。伊讲你去教会，啊，其实迄拢是印象啦，毋是真正伊行去。伊讲耶稣阵看伫阮的讲台骹，阮有一块足细地的桌啊。伊讲看到一个囡仔包咧。迄个夹壳呢？耶稣甲伊讲：“你掀起来看。”伊讲：“伊看到圣经甲圣诗。”耶稣讲：“你看到啥？”伊讲：“我看到圣经甲圣诗。”耶稣甲伊讲：“你爱读伊。”迄是伊甲我讲的。我无相信讲我出去伊会讲遮个话，我嘛毋捌甲伊讲遮个，但是伊安尼甲我讲。佮一摆阮佮出去，因为过来着看伊头一摆阮出去平安，我着佮放家己出来啊。伊讲：“妈妈，我看见吼，一只粉鸟白色的，完全拢白色的哦。”啊，楼梯去哩一间是后壁的房间，啊，伊困伫头前，
迄就是哥哥，伊就去读大学啊，伊就讲对哥哥的房间走一只粉鸟仔来，然后当然就是耶稣徛伫伊的骹尾。咱看伊真正互咱落，但是伊甲上帝求的，上帝拢互伊咧。我介艰苦的时，我巴肚因为伊伫病院，迄阵脑炎的时伫病院，常常用头壳弄我的巴肚，因为疼啊，迄种的脑炎疼啊吼，一直弄我的巴肚。人讲即个囡仔有歹命，我讲阿送，我毋信呢，因为阮是信耶稣的。过去阮囝甲祝福，因的顺遂出院，所以伊咧艰苦的时，我就安尼甲读，头壳疼就读。有一天，我讲我头壳疼，就换伊甲我读。妈妈，我替你祈祷。迄天我无法度去家庭礼拜，我就家伫厝。伊讲妈妈，我替你祈祷。迄阵嘛是6岁尔，伊就遮单纯，我安尼教伊就够啊。甲我祈祷，祈祷一个收紧啊！耶稣啊，你毋通死啊！伊是讲毋通互妈妈死，祈祷一个收紧，讲耶稣啊，你毋通死。啊，毋过耶稣知影伊的心意，耶稣是听伊内心的祈祷，毋是听伊外口的话祈祷。伊祈祷了，我就真正得到医治。咱看伊含慢吗？咱是气甲，有时看伊咧做代志气甲，总是上帝足听伊的，伊所得得到的，我无呢。所以，迄个上我的祈祷一定得要讲感谢主，你互伊上海好的。我相信，我拢甲伊讲，大家知影，伊拢读诗篇23篇，伊要上班的时，伊会来找我，我就甲祈祷。我讲上帝啊，对诗篇23篇你所应允的。有你的智慧，有你的能力，有你的财物，你拢完全要赏赐互伊，互伊哪来哪好。你应该慢慢啊看，我相信佫较好的伫头前咧等你。我有这个信心，因为我逐天用上帝的话甲伊祈祷。诗篇23篇是上帝伊家己的话，上帝一定为着伊家己的话来负责任，伊会成就这一切。伫阮囝，你看做伊毋正囝，毋是伫社会甲社会人比。是甲伊家己比，伊的性命所得到的恩赐，伊有上帝的恩宠伫伊的身上。所以，当迄个管演社来讲，较有遮好的酒啦，过去拢嘛上好的摕出来啉，啊你即马上好的较放踮后壁，但是内底的人当时除非遐个萝卜，也是即个已经可能会佫讲啦。一寡故事会讲，耶稣的学生有看见伊安尼做，伊讲这是头一摆的生业，耶稣行伫加利利，要显出伊的眼光来。伊的学生嘛信伊，耶稣伫你的心中是安怎要行生业？耶稣伫你的心中是安怎要常常伫你祈祷的中间有见证，所以有得到见证。顶礼拜阮伫墩仔口一个姊妹刷到一直来找我，有2-3个找我祈祷，讲安怎伊安怎。我看到咱的乡镇，迄个乡镇长了，这是我的个性。我知影啥物人有啥物种的生业技术，迄个拄着困难，我拢会随伊甲斗做伙。过去我咧无会就是拢安尼啊。啥物人，你去讲你的故事，伊就甲伊讲伊的故事。我嘛看伊咧甲祈祷，我相信，是毋是伊拜托你替伊祈祷？啊是，你拢无咧甲我听。我咧讲迄个姊妹是毋是叫你甲祈祷？顶礼拜迄个，哦，感谢主。家己欢喜，甲祝福。你知影迄个意思吗？耶稣咧行生业有3个目的。头一个目的就是解决你的问题，是安怎生业要你临到伫你的身上，咧解决你的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耶稣的学生信伊，当你咧做见证的时，咱教会四周围有看见，感谢上帝，互你的信心会较加添。第三个呢，就是互上帝得到荣耀。感谢主，你敢知影？阮即个姊妹，伊过去毋是安尼呢，伊信耶稣无共款，上帝得到荣耀。所以伫遮个故事的中间，咱真正看见有几项真正足奇妙的代志，也是咱爱学习的。就是玛利亚伊认捌耶稣，伊带倒，伊的带倒，伊的祝福就出来。伊若要去找耶稣。因为迄个宴舍的中间，耶稣伫遐，耶稣伫遐就有生业。耶稣伫遐，你阁知影去找伊？你若无要找伊，无生业。耶稣伫遐，你阁找伊，生业技术就出来。其实耶稣本身就是伫遐，耶稣本身就伫咱的中间，耶稣本身已经是伫咱
环境的中间，你看见伫耶稣出世的时，天使安怎甲玛利亚讲？讲你要对圣神怀孕，这个囡仔你要甲伊号做以马内利。上帝甲伊伫地，耶稣的名叫做以马内利。耶稣伊就是咧，当你看到耶稣的时，就是上帝甲你伫地。耶稣甲你伫地，就是上帝甲你伫地。所以耶稣来到伫世间，道成肉体，踮伫你我的中间，伊就是常常要甲你伫地啦。这个上帝应允，耶稣的出世就是上帝要甲你伫地。要伫地到当时，圣经讲到世间的落尾，到世间的落尾，伊讲要有神因庇佑。伊的名，迄个庇佑，就是一定的啦。圣经咧写咧讲话，我咧拄咧讲，上帝所咧做代志吼，毋是讲无想着去做的，拢有伊，拢是必然的，一定有伊的目的的。所以一定要有一个在色女要怀孕，伊叫做以马内利，甲即个囡仔号做以马内利。迄个密，华语的圣经讲必有童贞女怀孕生子，迄个必就是讲一定的啦，一定会生啦。到伫当时，马太福音讲上尾仔怎讲到世间的落尾。所以你会知影，迄个必伫原文的圣经的中间是未完成式，是一直咧进行，一直咧进行，到你离开世间，上帝要甲所有世世代代的人继续搁伫地。是还未完成的，所以咱看见当上帝伫地有偌济好事。咱若看见约瑟受卖到伫波提乏的家，圣经安怎写？讲伊伫遐做一切所有的，因为主人甲所有的一切事拢交互伊。因为耶和华甲约瑟三甲伫地的缘故，就祝福伫即个埃及人的厝。基督徒行到伫倒位？咱就随时祝福别人呢，因为你看见需要，你就帮衬伊。你的上帝听你，上帝为着祝福你，伊嘛会祝福别人呢。所以伊讲，因为约瑟的缘故，伊手所做的就祝福伫迄个埃及人的家。既然伊色内甲残忍一切所有的，拢要得到耶和华的祝福。因为上帝甲伊伫地，伫遮咧讲啥物？上帝甲伊伫地。伊虽然是一个17岁的囡仔伫遐，伊是一个外国人，伊阁是一个做奴仆的。因为上帝甲伊伫地，伊伫迄个伊祝福迄个主人的家，因为伊手所做的，凡事亨通，事事顺利，逐项拢顺遂，逐项拢顺遂，毋是讲袂拄着艰苦。摩西带以色列百姓到红海的所在，无法度去，后壁阁有追兵的时，上帝甲开水路，因嘛是。伫困难的中间顺遂，毋是袂拄着困难，是上帝互咱凡事顺遂。伫困难的中间，上帝嘛会解决。所以出来记记，伫遮咱阁看见一个，伊伫遮一句话讲，当摩西带以色列百姓，伫迄个中间，伊就甲讲恁将来要伫遮服侍上帝。换一句话讲，我带恁出来记，我要祝福恁到伫迄个迦南地。上尾仔怎讲？这是我找你的证据。这证据就是讲，我呼召你做这项代志。约瑟因为上帝甲伊伫地做这个代志，一切拢会成就啊！上帝找我陈淑安来读神学，虽然我足惊，大家拢笑我足罕慢的，但是我会晓祈祷，我会晓倚靠上帝。上帝甲我伫地，上帝给我一个证据。原来到73岁，我还可以做工。你知影迄个神呼召你，以必要与你同在，他给你一个证据，你若倚靠伊，这一切就拢会成就。这咧讲大必虽然有犯罪，死过逃走，总是后来伊犯罪认罪了后，到伊真正做王，伊开始带迄个以色列国开始行头前的道路的时。嘛会拄着真侪智得，但是大概若征战拢得胜。伊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第9节安尼讲，大必
哪来哪强大。汉文的圣经讲越来越强盛，哪来哪强大。因为耶和华上帝甲你伫地，耶和华上帝甲你伫地是哪来哪好啦。所以咱看见上帝，伊是啥物种的上帝？伊甲你伫地，伊本身就是人民稳定平安的上帝。你耶稣若甲你伫地，上帝若甲你伫地，食的拢要赐福互你，因为伊听你。你若会晓倚靠伊，伊听你，连你无求的，伊拢要赐福互你。约翰福音讲，上帝一直咧做工，上帝到今仔日一直咧做工。咱先来看伫后壁迄个圣经节，以弗所书伊讲，愿咱主耶稣基督的上帝，咱要对伫伊的爸得到阿乐，对上帝得到阿乐，因为上帝伫耶稣基督的中间已经赏赐咱天灵各种的福气。耶稣基督到伫咱的中间，你倚靠伊，天顶各种属灵的福气，上帝的智慧，上帝对你的恩宠，上帝的慈悲怜悯，上帝对你的引带，上帝对你的带领，上帝对你的看顾，上帝对你的保护盾牌，甲你保护掉咧。这种属天的福气，财物、快乐，拢要充满伫你的心上，因为上帝照着耶稣基督，你欢喜认罪，接受伊做你的救主的时，天顶各种属灵的福气，拢已经赏赐互你。约翰福音讲，我的爸做代志，今仔日还搁咧做。拄啊，咱有讲起遐酒是上介好的。这个圣经才讲，咱的爸到今仔日还搁咧做代志。上帝创造天地，第一日到第六日，创造已经完成。总是今仔日，上帝继续咧修复啦，咱人的犯罪，照着耶稣基督来甲咱修补咱的性命。你接受耶稣基督，耶稣会互酒水变做酒，伊会改变，迄个无可能的事，耶稣嘛互遐世间人，你看做无可能的人，上帝咧改变你的性命。上帝一直咧做代志。过去咱咧敲电话，咱就爱行足远的，咱就爱拍电报，紧急的咱是拍电报。咱囡仔时代的时，50、60年前还搁咧用电报，电话毋是遮尔啊普遍，上计是敲长途的电话尔。咱今仔日毋是呢，拢用赖，规个拢用赖，佫毋免开啥物钱，咱就会当顾在咱讲话讲啊迄边去啊。过去要一通电话，我牧师伫45年前去以色列咧考古，3个月的中间考古的时，去1个月拢还袂写批互我啦。迄阵我伫讲台顶，我就讲道，我讲为着我牧师祈祷，出国1个月，到今还袂写批来。啊，无写批就毋知影电话嘛，伊就爱敲，咱迄阵拢敢若用电话尔，厝内的电话嘛。阮一个会友偌古锥呢，迄个头敲电话互我，但牧师啊，牧师到近1个月拢还袂敲电话互你哦，还袂写批互你哦。你较毋写批迄个问主旨啦，恁听有无？我讲伊就无写批来，我才知影主旨啊。伊就无写批来，我就毋知影电话啊。你知影迄个时阵是安尼，毋过真无共款。你随时用来，时代一直咧进步。较早皇帝坐轿就足了不起啊，结果脚踏车出来，脚踏车的速度竟然比扛轿的人佫较紧。后来有奥多麦，佫较毋免讲啊，速度一直咧进步，佫来火车哪来哪紧，甚至进高铁的，喷射机佫比高铁的较紧。即摆要去月球，你知影无？我的爸今仔日佫咧做代志，伊创造已经了，总是伊赏赐人智慧能力，伊一直咧新的创造出来，一直新的创造出来。所以你我，咱拢做平凡的人，总是伫平凡的中间，我倚靠上帝的时，上帝互我成做一个，也佫会有路用的牧师。我继续倚靠伊的时，佫有新的想法、新的感动出来。才会累积成做我的班赞，就一直累积到今仔日。因为我有尝到主恩的滋味，拄啊，迄个管演写的，有试着迄个白水无味的水，竟然是上介好的一个酒。伊有迄经历着伫迄个生涯。上帝若甲你伫地，你若心无伫伊的心上吼，你是无可能经历着生涯。上帝拢伫咱的中间啊，除非你要紧追求去结连伫伊，你才会去经历着生涯。昨看到一个
见证，一个囡仔17岁，伊因为死，迄个伫美国17岁，伫因兜准婚去，因为伊拢干那耍手机啊，然后伊就是食电子烟，因老母有信主，请叫伊毋通吸迄个电子的烟，伊讲无啊，这无要紧啊，这拢空气尔，无要紧。因老母无法度管伊，有一天伊阵真正吸了阵昏去，迄个心脏无跳22分，迄22分世间拍断伊死，结果伊是去天堂，去拄着耶稣。耶稣讲的话，伊讲世间吼，一寡人吼，拢互世间的混乱、杂音去阻止着，看着我来找我。咱拢敢若目睭金，敢若无手机也袂活真诶。即马现代人无手机啊吼，会躁郁症，会烦恼。所以伊讲吼，即马世间人拢去互迄手机啊吼，拢目睭金就咧看迄个光线，亮一亮，拢咧赶紧睏煞，无迄网都袂使啊。所以世间互手机啊，伊讲拢占去离开，所以因无心来找我。伊伫天堂做好，伊讲伊袂转，伊讲你转去爱讲，因爱甲即个世俗的物件，甲放无去，爱甲上帝看第一。你甲上帝看第一，你较会经历。我简单讲就是安尼，你甲耶稣看第一，你有听到耶稣的声，你要紧伊，你较会感觉上帝的结连。伊甲你的同在，较会当真正成就神业奇事。你若无要紧即个信仰，你要安怎经历即个神业奇事？我想即个信息咱拢听过啊。迄个大道的要紧，顶届我有甲咱讲，咱新的牧师要来，咱心爱无共款，咱爱有一个心。我相信逐个人拢爱咱的教会无共款。你若有一个好的牧师，是对恁祝福啊。教会若无一个好的牧师带领，我想吼，一寡羊仔死去，检菜嘛无人管，所以一个好的牧师是真要紧，就是靠咱大道。马尼亚的大道改变迄个灾难，互众人享受迄个神业奇事的快乐。今仔日咱的大道，是毋是要带互咱的教会有无共款的气息？人拢无完全，咱要看见的人的问题足济，甲遐个足济问题交互上帝嘛？替伊祈祷。替传道人祈祷，替长老执事祈祷，替侍奉的人祈祷。既然上帝甲咱伫地，伊为咱备办的是上好。今仔日你的能力会当承受偌济到即个程度，当你若我靠上帝做甲到的时，上帝就搁用搁较好的互你，是哪来哪好？咱敢无爱咱的教会伫头前，会哪来哪无共款，哪来哪好？阿妹吗？爱将做一个好的大道人。甲耶稣看做第一，你甲耶稣看做要紧，自然你的心会最敏感。虽然今已经11点，我最后也要讲一个足实际的咧。阮兜住伫迄个所在，小港的飞机拢会飞去阮遐，西林拢。阮牧师迄阵请咧甲我讲，前旧年就讲，一直咧讲，我拢无咧信。我讲，搁若阮两个做伙出去，经过机场，若看机场飞落来，吼，伊就敢若看着啥。就请甲我讲，有一天我要带你来遮，咱专门来看飞机。我讲无稀罕啦，坐到咧坐啊，搁请咧看飞机。我逐届嘛安尼甲因啦，逐届嘛安尼讲，行啦，咱来啦。我一定一天吼，带你来遐坐，咱来看飞机。当时若出去吼，紧来摕我手机啊，飞机落来，因为飞机拢会对阮遐飞一轮。伊搁甲我讲，对遐坐一轮吼，就是要去澎湖；对遐去吼，就是要对。这真诶也假啦，古早伊讲啦，我就听诶就安尼过啊。到顶2-3礼拜，我较晚出去，因为我有时半暝袂困一到4点较困去诶时，我就古早我困7点才起来，我出去7点去行。7点3分飞机飞来，7点7分飞机飞来，7点10分我转去就甲讲，我甲你讲，当我迄届开始注意。我若到7点出去，我就知影个飞机要来啊。昨是7点2分飞头一只，今仔日是7点1分飞头一只。我连坐伫厝里咧听演讲，因为我较无爱用目睭，我若有好的讲师，我拢会听。
得到好的信息，还是好的迄个思想，我拢会紧写起来。我连咧听的是飞机的声，我拢听有。你知影我要讲啥？你咧要紧咧，伫迄个飞机的中间吼，即摆飞机的声真做我的敏感。我听到声就知影讲，啊，这飞机搁飞来。5点下晡5点30分一班，5点，我毋是调故意要听啦，我现咧听演讲，我搁听会到。我家己专心咧准备讲章，我搁听会到。你知影迄个意思无？你对啥物会有注意的时，你自然就有敏感。你今仔日甲上帝的事看做要紧的事，你会行得好歹，你对上帝自然就要紧。我拄着代志，我就爱赶紧祈祷。你甲上帝关系有要紧无？你有要紧上帝，你自然对上帝，对你心灵的讲话，你自然就会敏感。三甲祈祷，主，阮感谢你，永远要将上介好的赏赐阮。阮知影，阮爱准备的，就是一个尊叹你的声，掠敬畏上帝最要紧。阮恳求你来赏赐阮，赏赐中文教会正兄弟姊妹，伫过来无偌久，特别是伫2月7、8，因要拣选新的牧师，互因用祈祷的心，用祝福新的同工、新的牧师的心，伫迄个常常替因祈祷的中间，来行教会做事工三角来配合的事。阮所求的，大家用祈祷听叹上帝的旨意，欢喜伫人的软弱的中间，互相扶持、互相带导的时，阮用信心相信，在中文教会头前的教会的情况是哪来哪荣耀你，的确会哪来哪好，因为上帝你要办全这个教会，是一阶段一阶段哪行哪标准，伫你的标准的下面，成就你的旨意，伫这个教会中间，也要成做正人四周围的祝福。用安尼来祝福中文教会，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咱即时搁来念一首的圣诗，圣诗338首，圣诗338首。愿我话哪听你，我主基督，跪落祈祷谦卑，求你赐福。我心恳求无离，哪句话哪听你，哪句话哪听你。请咱起立来念全首。求你
即时我来报告，请咱摕出手中的周报。咱做伙来关心教会一切的事工。顶周聚会礼拜出席53人，奉献11,760块。主日学学校出席12人，奉献655块。拜一妇女团契出席11人，拜三祈祷会出席15人，上联团契出席10人，拜六青年的聚会5人。咱下周主日的事工分配，讲道是潘家群传道，诗会是黄明勇长老，司琴是苦玉昭长老，同德李玉杰执事甲王雅玲执事。敬拜第4组，电子琴是刘安迪兄弟；主日学第4组，导播音控是黄家乐、李宗胜兄弟；电脑导演是岳春楚姊妹；交台是李佩珊甲陈燕如姊妹；交通组是刘主义长老甲谢安南兄弟。咱下周的周工事工分配。拜一妇女团契主理岳东梅长老，地点伫教会1楼。拜三祈祷会敬拜林丰正长老、司琴刘美照姊妹，其代祷的家庭是历秀琴执事的家庭。拜四中级的探访家庭是黄银花姊妹的家庭。轮值探访是黄定修长老、刘主义长老。拜六青少年团契敬拜是张碧伟同学、破冰黄家乐同学，内容是团契的时间。拜六少年团契主理是刘主义长老，圣诗是279首、275首。圣经是约翰福音11章41节到46节，题目是主叫列撒罗哥话。本周的金句是彼得后书1章3节。咱台语、华语，咱做伙出声来念一解。请，因为上帝的关联已经用一切关系活命甲健全的赏赐咱，对伫深知迄个用家己的阳光甲好德吊咱的。华语，上帝的神能已经把一切关乎生命和金钱的事赐给我们，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上帝。教会消息，2026年咱本会主题，咱做伙来念，来，咱挂伫头前吼，咱看起足响足水吼，来预备起，活跃健康，同心服侍。全人宣告教会兴旺，这是咱教会今年的主题吼。希望咱毋是干那口头，是咱爱实行，咱爱行爱做，来荣光上帝的名，互教会得到复兴。那总会主题是同心听基督，团结顾台湾。经文是记载伫旧约传道书4章12节甲新约马可福音12章30节甲31节。咱今日礼拜后有要召开中执会，请咱中执老部参加会议，要召开小会审查迄个会员大会的名单。本会青少年有对今仔日开始要来卖春联，咱若有买的人，咱会当抽奖一届送精美的即个小礼物。咱也为着青少年的事工来奉献甲代祷。咱妇女团契有手工班，伫正月24下晡2点，伫咱教会要来举办。咱毋是干那即个事工，咱伫拜一暗时，咱有聚会。希望咱的姊妹会当多多来参与伫咱姊妹的聚会内面，互咱伫教会的事工，咱会当互相伫遮来关心甲代祷。第5点上重要小会聘牧小组通过潘家军团导师伫
主日潘家军团队要前来本会的主日讲道。潘家军团队伊伫屏东东港教会牧会已经3年，伫今年正月15通过牧师的资格检定通过。请咱本会，请咱兄姐为本会干牧的事工来关心甲带导。本会伫3月初1，咱有要召开临时的会员大会。无，这是咱一年一度的迄个会员大会，接纳2025年甲2026年的决算甲预算。阁有咱各团契的即个事工的完成甲年度的计划。咱若是已经有整理好势，请咱将这个资料交予咱的干事陈妍如姊妹来制作这个手册。第7点是林园区公所所举办的林园有爱这咱家己来看。伫下主日正道，讲书是潘家军团队，圣经是以赛亚书60章1节到6节，题目是兴起发光。咱有代祷的事项，请咱每日为着这个事来守望代祷。咱也有特别提名，为着病痛的，为着年长的。咱看起咱年长的，毋是干那咱的周报遮写的吼。咱请咱关怀部会当将这个咱这个士大人咱的长辈，因伫遮需要咱代祷咱会当甲列起来伫真当中，因为年岁愈来愈大，因的身体健康各方面拢需要咱时常为因来提名代祷。咱伫遮会当为着遮来代祷，抑阁为着心灵生活的咱会当伫咱的日常的当中替遮的来代祷。伫下面有咱正月初4甲正月11遮的奉献，咱家己来看。若是有错误的，请咱用咱的里面手执事来更正。即时我来报告咱今日的奉献。月定现金有14人91000块，感恩奉献有1人5000块，建堂奉献有12人9500块，为主日的奉献有1人1000块，总共是104610块。请咱起立来吟奉献诗。这大家平安。咱拄则咱有看到讲后礼拜有一个叫做潘家群传道师要来咱的教会，甲咱讲道。这个就是咱小会甲伊面谈过来变小会同意伊来咱的教会，请做咱的牧师甲咱同工。嘛感谢上帝伫即当半以来，咱教会牧师听咱所有教会兄弟姊妹的祈祷，为咱安排一个陪伴，一个牧者要来咱的教会。这个潘家群传道师伊是即马目前伫迄个东港教会伫遐咧牧会。拄则咱的周报嘛有报告伊已经伫即个前礼拜拜4伫恁的屏东中会伊牧师资格检定已经通过所以以后咱请以后就是准牧师就是准牧师以后就是
若有通过，咱伫咱的教会，诚对咱的牧师。啊，当然虽然是小会已经同意，伊来咱的教会听这个牧师，嘛是爱经过咱召开临时会员好会吼，就是咱由咱所有乡的姊妹来投票同意，而且咱诚做咱的牧师吼，这点是非常的重要。咱会记住，咱一定是伫迄个2月7日，要来监选召开临时会来监选这个潘家群传道书会同意吼。这后礼拜我会搁直接来甲咱诚做，搁甲咱补充啦吼，要甲咱补充。所以呢，伫后礼拜潘家群传道书伊要来咱教会的讲道，这个是咱要来监选牧师前的讲道，所以毋茫咱做兄弟姊妹伫后礼拜，咱拢会当来积极参与伫后礼拜主日礼拜，咱要来听较慢的即个看，即个潘传道啦吼，会当适合诚做咱教会的牧师无吼，咱得依据即个，咱伫迄个2月7日，咱召开临时好会，咱兄弟姊妹，就是咱的会员较有资格啦吼，来投票来通过，来互咱诚做咱教会牧师吼，所以后礼拜咱请咱会当拢积极来参与后礼拜的主日礼拜，来听看咱的潘家群传道伊的讲道吼，诚做咱的同意无同意的依据吼，以上甲咱做一个报告，以上。咱即时来吟上言511首咱吟诗煞，咱请陈牧师来祝祷。阿乐上帝之权至尊，造化的主万福原本，天顶圣世，天下万民，永远阿乐爸囝圣神。请咱起立来吟全首。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疼痛，圣神的感动，甲恁三甲伫地，上帝应允，伊要甲恁伫地，对天顶各种属灵的祝福，透过耶稣基督，要成就伫恁每一个人的身上。当咱若我靠伊，你要体会到神业基础，伫你的生命每一个时刻拢临在，毋是一定迄个轰轰烈烈的神业，是因为你经历伫平安，你经历伫满足，经历伫迄个感恩甲懊恼的中间。这种的祝福是对即时到万世代无煞。阿们。